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26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俊。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昨台北捷运上山新吊线的这个列车顶头，有一个查甫人，那像是被别人弄掉了后，情绪转失控，真激动，也雨伞伫咧车厢内底乌白卡。这举动也是引起其他的旅客赶忙要来走闪，混乱当中，有一个负责人无细而受伤。经过警方来确认，这并不是攻击的事件，这个查甫人也已经被家属带到转去。大声话讲，唔通阁客啊！捷运车厢内底咻来咻去，乘客向共一个方向咧走，现场乱吵吵，真侪人互塞到挂伫涂骹。车门一个拍开，有大阵人汹汹走出车厢，四界一直传出唔通阁客啊落车的声音，所有人走向出口，脚步才放慢落来。不过一路对人走的民众，也阁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大家跟着跑，我就跟着跑了。本日20时32分，捷运北门站有一名男子与母亲一同搭车，因故情绪不稳，其母全程在旁陪伴，为引发列车乘客骚动奔跑，致物品掉落。这场耶诞节意外就发生在暗时8点多，北捷上山新店线，一个男性若像甲其他的旅客相约，情绪失控，也雨伞直直咧讲，引起车厢内底乘客紧张，走去其他的车厢，无想到煞引起愈大的扰动。走的过程当中，造成一个负责人受伤。经大同分局及检检察队立即派遣多名警力到场处置，现场有一名妇人在奔跑中受伤送医，为避免后续骚动。由警方护送该母子至北门站出站，经确认并非攻击事故。台北捷运也呼吁民众发现任何异常的行为，拢爱先保持冷静，唔通惊吓。在确保家己安全的状况之下，随卡110也是通知车站的人员到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台北发生随机攻击案，互社会大众拢紧张佮惊吓。昨伫咧成品南西站的悼念墙啊，煞发现讲有人用英语写刷落来，要佮太愈济人。警方当咧追查，到底是虾米人写的？另外，台北捷运也有修改规定，讲若准乌白挂风毒面搭，也是穿插有影响维安的记录，就袂当来坐捷运。写字条啊，搁炸一束火来，对中部上北的蔡东岳特别来悼念，伫攻击事件当中主动嫌犯所不幸死亡的余家昌。我觉得于先生很勇敢，然后他值得被纪念。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就真的在那一个悼念的氛围里面，然后就比较正式，也比较严肃一点。北捷伫台北车头 B1 要去 M7 出口的通道设暂时性的悼念墙，壁顶是写“英雄主动倒架火，也主动咱的家乡”。这座城市会永远会记得你无畏的身影。另外一个事发地点成品南西店门口，同款也放真侪火。不过，所有民众伫遐发现一张用英文写的恐吓字条。看到说墙上有人贴了这个东西，看起来蛮可怕，就是好像说要再次 I will kill more people 这样子，尤其是最近就已经加派这么多警力了，然后结果还出现有这样的一个纸条，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出来，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会变成这样。字条顶头用英文写，刷落来几天，我会太愈济人，内容是真惊人。民众写甲字条交互附近驻守的警察，警方当咧调监视器，积极追查涉案嫌犯的身份。12月25耶诞节当日，原本有民众自发性计划要伫成品南西店门口举办追思的活动，希望透过歌声悼念死者。不过活动的主办方煞无出现，互真侪特别来参加的民众感觉真失望。因应嫌犯挂风毒的面搭犯案，北捷也修改规定，并若旅客的装扮有影响维安甲安全的记录，亲像无正当理由挂风毒的面搭、过日式呼吸器、头盔等等的装扮，也是衫裤有强攻、武装的字，可能唔听，安尼就拒绝甲载。进我们的捷运车站或其实你进任何空间，其实没有必要去带这一类的用具，我们应该就要注意说，它到底它的意图是什么。北捷也当咧建议，未来无排除伫咧重要车站引入监视器 AI 辨识功能。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学系教授郑永祥分析，就爱收集有够野的情景模式，互 AI 侦测会当愈准，避免误判。另外，就算做到提早预警，也就爱人力会当及时赶到位。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发生随机攻击案了后，就有人伫咧网络黑白铺文，讲要伫台中杀人，即阵是已经互抓到，法院嘛已经裁定羁押。就今日出代志，台中警方是宣布讲，接落来跨年暗会要来执行安全的检查，若要去参加跨年活动的人是袂当拖行李箱仔去的。警察提区票，甲人押上车。南投警方23伫抖音等的网络社群发现一个铺文，讲到12月19台北攻击事件，这个嫌犯是因阿兄，因是共一个组织，而且讲要伫咧台中的卖场、电影院、连锁素食店大规模杀人。检警同一天伫咧台中丰原找到这个铺文泄露的嫌犯，以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法办，获审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经检察官核发拘票，在台中市丰原区查获罗姓涉案的犯嫌到案，并查扣涉案的手机1支。全案讯后，依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嘛提升防止恐怖攻击的战绩，警察详细伫咧舞台边搜查。台中市下年暗会即届伫咧水南中央公园办理。今年会派700个警察伫附近采6个安检站，而且为着避免有人模仿台北攻击事件的行为，嘛加强安检的速度。头一届禁止民众载行李箱、甲登机箱入场。民众到安检门的时候，就先把口罩拉下来。那因为这个大型行李箱里面可能藏有一些物品，是比较难以检查的。禁止携带我们的大型的行李箱，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措施，请市民朋友要特别注意。为案的勤务当中，嘛有温暖的故事。警察区别用伫咧台南市永康转运站外口伫咧执行守望的勤务，分尸派当枪。而是这一天有一个女高中生送伊一张用手写的卡片，内底写感谢警方的守护。我以为他是要我们的协助，没想到他就拿出一张卡片给我。我就觉得那时候瞬间的疲劳感都消失了，更有动力继续保护大家。另外，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平安暝有民众去送感谢卡，卡片内底写的拢是对因的支持甲感谢，嘛互基层的警察感受到温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透早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拢关系是连玉山都落雪啊。气象署也有针对苗栗以北部分地区，佮有金门来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北的石碇，敢若10度1。今日桃园以北、东北部、恒春半岛，佮有中南部山区、甲金门澎湖马祖拢会落雨，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宜兰甲大台北山区有可能会落大雨。明仔载开始，这冷气团就会减少，水汽豆豆的减少，严格天气也是真寒，温差真大，提醒观众朋友带穿好少。好，咱继续来看讲，今仔透早伫咧玉山的北方，气温是降到零下5度半。伫咧6点半左右出现今年第3届落雪，也在宜兰的太平山温度嘛降到-1度，有结霜落冰沙啊，真侪民众拢咧等雪。不过嘛，因为行这车路结冰会出，所以亲像第14架线武岭到松雪楼的这个路段受暂时封路管制，提醒观众朋友若要去玉雪，就要注意安全甲交通的资讯。透早天色蒙，天顶落湿啊雨，大阵雨客也予山径步道。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的温度一直降，海拔将近2000公尺的宜兰太平山庄，25早起8点，温度敢若8度，而且暗时到日透早有机会落雪。我抱着蛮大的希望说，这次来太平山可以爬山，还可以长鞋。今晚至明天的凌晨，温度可能会下降至1度。那水汽也充足的话，游乐区可能会有下雪的机会。合温山武岭透早低温，原来有大阵游客来，车脉灰积，警方缉捕了后，随去引导分流，搁加强此地违规停车，现场拢总激发11件，交通才搁通顺。因应武岭地区假日易塞车情形，本分局除编排警力疏导外，并将加强周边及道路两旁违规停车取缔，请民众遵守交通规则。25全台湾温度降真低，北部日下高温，敢若18、9度，温度一直落。半暝甲隔天透早会降到剩10度。气象署预测，日落水汽较济，北部甲宜兰2000公尺以上，中部甲东部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结冰还是落雪。明天的话，水汽相对是比较偏多的，所以我预估在中部跟东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另外就是在北部跟宜兰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可能会有一些结冰或是局部降雪的情形。公路局讲，第14架线3000公尺以上高海拔路段有落雨雪甲结冰的机会。吹风18公里到大武岭41.5公里，为25下晡5点开始移风性封路，车敢若会使出袂使入。其中31.7公里武岭到32.7公里上细楼路段山路正弯，较会出去，双线封闭管制。日落早起会看天气甲道路状况，再决定是毋是开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会今仔日会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法，除了公务人员要去中国，就爱列管，包含立委等等民选的公职人员，嘛要经过审查了后，才会当去中国。违法上当会当罚到1000万。再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南北党团推动反理解资文已经送去到总统府甲行政院。那行政院拍算今仔日就会决定，敢要复诉，也是敢要提出释宪来反制。另外是《联合报》，代替公司化已经要2档啊，你毋过有真侪列车慢混，甚至是吊车的事故。学者就表示讲，代替应该改善人力不足，也佫有人员训练等等的问题。继续来看到桃园机场第3航站的北龙厅将正式启用，总统赖清德冒去现场来参加仪式。也总统致辞的时阵，也有讲到中央总预算甲国防预算是希望在立法院赶紧来审查，唔通去阻挡，那无就无资格来讨论宪政甲建设。未来这里不仅是回家的方向，更是台湾美丽的国门。桃园机场第3航厦北登机龙厅，过去24天的试营运内面，已经接平航班259架次，预运量到58800人次。航班的目的地、出发地是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两花港2架航班。如果正式启用，按算每天出入境差不多40个航班。台湾已经成为，尤其是桃园机场，已经成为东亚的枢纽机场。所有的东南亚的旅客要到美洲去，大部分是选择在台湾做转机；美洲的客人要到东南亚去，也选择在台湾做转机。我们的第3航厦的落成，桃园机场的整体的旅运量可以容纳到8200万。目前的北龙厅敢若是第1阶段，暂时做延春登机区，要报到和通关嘛是爱伫第2航厦来完成。第3航厦的建设目标要到2027年底，包括主体航厦和南登机廊厅全区完工，捷运 A14 站也同步启用。每天动员超过2500名以上的各国工程人员，日以继夜的努力。总统赖清德嘛设远景，希望在2045年，桃机服务客运量会当到8300万人次，货运量到385万吨，无人机的起降会当到435000摆，创造2.2兆的经济效益。不过，话题一换嘛对向立法院，我会在野较紧来审议中央的总预算和国防特别预算，无就根本无资格来讲宪政和建设。公开讲支持国防预算，然后再借由各种理由。连交互审查都不愿意，国人听不懂啊，国人也没有办法理解啦。有什么问题就审查吗？执政党经得起考验。1.25兆的这个整个预算，我们希望提出来的人，也就是总统本人，到国会来去做说明，不是只有 AIT 的一个处长来去做说明，甚至也不是说所谓的这个美国的哪一个官员过来做说明就好。在总预算的部分，也是中心行政院应该追加进前立法院3读通过的军人加薪水、提关警消海巡退伍金这个项目，无对解决代志是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立英航空传出拜三时阵有一架要飞去澎湖的飞行机，伫台北松山机场要起飞进前，所有旅客看到这飞行机庆烟味阁真插片，甚至是互因无法度喘气。立英航空表示讲，这是空调的设备出问题，有赶紧换另外一架飞行机来载。机舱内底规个烟，旅客拢真紧张，有人大声喊温度咧压悬。了后机长公布状况已经排除。冷气的关系，造成一些味道的散出。那目前情况已经解决。旅客讲，这班飞行机是要飞去澎湖，比719的航班，拄要起飞的时阵，就出现插片的味，还佫有大量的烟闻出来，甚至有人头壳晕无爽快。虽然机长讲状况排除，不过所有的旅客要是讲要落飞行机，烟雾状况确实是弥漫到。连我这一种可能气管比较不好的人，是会有点无法呼吸的状况。我们向他比查查，
对，那有些人已经有点尖叫或是嚎哭。后来是还好，机组的2位小姐有帮我们去反应。针对这点，立营航空表示，2时为台北飞去澎湖的 B78619航班，若要起飞的时阵，因为客舱空调过扬，考虑安全，飞登去停机坪检查，派另外一架飞行机载旅客，2时暗已经到澎湖，造成旅客不便，感觉真失礼。另外，平安暝中营 BR06 航航飞去洛杉矶的飞行机，在半中途出现过样的信号，因为考虑安全，转降到关西国际机场检查。有旅客看到启动时，飞行机的机室顶悬有气体喷出来，有经技术分析，这是飞行机当地咧下油。原因是因为飞机都有它的最大落地重量，好，那么如果飞机在不是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它必须要做落地的时候，那机长就会考虑把这个油量放掉。中央航空表示，迄当阵已经有派共机型的飞行机去台办载旅客，伫旅客停候的时间有提供参观，造成旅客不便，伊嘛有回失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和咱断交的前友邦洪都拉斯，顶个月举办总统大选，开票开1个月，即马确定是美国总统川普支持立场较活台湾的候选人阿斯胡拉来当选总统。因为票数差不多1%，所以对手是唔愿意来承认这个结果。因那得票率排第3的执政党嘛，讲这选举有做手，指控是政变。El Pleno de Consejeros del CNE declara electo com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de la República de Honduras por el periodo de 4 años que se inicia el 27 de enero del año 2026 y finaliza el 27 de enero del año 2030 al ciudadano Nasri Juan Asfura Saba。听到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的结果，洪都拉斯国家党的候选人阿斯夫拉的支持者是欢喜欢呼。洪都拉斯在今年11月底举行总统大选，开票开要1个月，即马结果总算出来啊！综合外国媒体的报道，因为选情真紧绷，计票系统真乱，有差不多15%的选票是需要靠人力来算。若要韩国的全国选委会是完成99.93%的票数的统计，其中阿斯夫拉是得到1481517票，得票率是40.26%，伊的对手自由党的纳斯拉亚是得到1455169票，得票率是39.54%。阿斯夫拉是以差无到3万票，等于是无到1%的票数，险险啊赢对手。这个结果出来了后，阿斯夫拉的对手纳斯拉亚无承认败选，强调讲毋是伫咧煽动对立，但嘛要求支持者行去街头示威抗议。No voy a aceptar un resultado construido sobre omisiones. Esa no es mi forma de vida. Aceptar eso sería traicionar la confianza de quienes votaron y yo no vine a la política en 2011 para mirar hacia otro lado y hacerme el papo cuando las cosas andan mal。另外，执政党一个国会议长雷东多是伫个人社群媒体 X 发文，拒绝承认结果，表示讲这是选举政变，是完全违法、无法律效力的结果。洪都拉斯现任左派总统卡斯楚，在2023年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67岁阿斯夫拉在政界30几年，政治立场是亲台，在竞选期间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小听，这是伊第2摆选总统。阿斯夫拉捌讲，韩国和台湾有邦交的时阵，国家的情形是比即马好买百倍，因为迄当阵国家会当得到更较侪援助，贸易活动嘛更较兴。嘛捌在7月接受媒体的专访，表示讲，若赢会开互和台湾的邦交，而且和美国建立更较密的关系。公司新闻单词董编译。这洪都拉斯立场较活台湾的候选人阿斯胡拉当选总统，伊伫咧选前就讲，因后选调有可能会来开互甲台湾的邦交，这是引起各界关注。咱的外交部嘛表示讲，会保持开放的态度。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由挺台湾的国家党候选人阿斯胡拉选调，伊选前捌讲，若是当选无排除恢复甲台湾外交的关系。外界嘛关注未来双方关系的变化。外交部尊重洪都拉斯人民依循宪政体制，并透过民主机制所选出的新任国家领导人。对于外界其他关切事项，外交部将秉持一贯开放务实的立场看待，目前没有相关评论。外头看台湾甲洪都拉斯的邦谊，双方捌建交82年。1941年建立公赛级的外交关系，1965年升做大赛级。不过，2023年3月2日，洪都拉斯政府宣布甲咱国断交，外头都甲中国建交。原地洪都拉斯政府是经期台中国的援助，
毋过落尾手是双头无前后，颠倒面临黑暗产业崩盘、甲失业的问题，还有洪都拉斯甲中国伤兵部又失去平衡等等的冲击。学者认为讲，台湾甲洪都拉斯恢复邦交，也是有可能。它对中国大陆本来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就是跟我们台湾的邦交，台湾到时候能够提供它多少援助，我想这是最重要。它不是亲台或者是亲中，它一定是考量它的国家利益。学者认为讲，离阿苏胡拉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中国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动作。就算台湾甲洪都拉斯恢复邦交，嘛要注意中国可能报复的手段。亲像友邦性文心的新总理布莱德，被看作是亲中派，都可能加做中国积极友爱的对象。中国对台湾外交的施压，也是真恶解的困境。台湾一定要谨慎提防。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关心俄乌战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公布上新的20点和平计划草案，包含俄乌双方的军队拢要撤退，欧盟、美国甲北约都要提供乌克兰安全的保障，也有爱护乌克兰加入欧盟等等。不过上重要在领土的主权，也有核电厂的控制权，有关系无共识。Мрія у всіх нас одна, і бажання ми загадуємо одне на всіх. Щоб він сконав, скаже кожен про себе. Але коли звертаємось до Бога, звісно, ми просимо ширше, просимо про мир для України.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це і молимось за це. 泽伦斯基日时对全国发表的平安夜演讲，强烈谴责俄军连日来大规模攻击，搁再声明全国对和平的愿望。这场拍4年的战争到底要安怎结束？泽伦斯基前日刚对外公布，伊甲华府达成的上新共识。国防方面，泽伦斯基愿望美国、欧盟甲北约以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集体防御，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建立监控和平机制，以及对罗西亚可能侵略行动的具体回应措施。另外，乌克兰威胁国家的地位无变，即马80万军力的规模嘛无变。若是伫经济甲政治方面，泽伦斯基要求乌克兰要伫明确规定的日期正式加做欧盟成员国，搁得到快速加入欧洲单一市场，搁爱加紧甲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间。乌克兰也需要8,000亿美金的援助基金，方便进行战后的重建。不过，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对乌东领土主权的归属，以及陆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控制权，也是有无共意见。泽伦斯基指出，愿意为高战区撤军，和乌东成做非军事区。不过，美国提出的是伫乌方控制的顿内茨克州设立非军事区甲自由经济区，但是罗西亚是要求完全掌控顿巴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和加拿大做伙来监控空中威胁的一个军事机构，叫做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当年拢有一个专线的服务，就是来追踪这亚弹老人是去到倒位啊。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嘛有去接电话，甲囡仔来讲话，心情真好，甚至佮甲囡仔讲，绝对袂互歹心肝亚弹老人渗透走入来美国。美军北美防空司令部年度的任务，就是以雷达甲卫星系统追踪亚弹老人送礼物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坐做伙，将每一年的传统接电话，互敲电话来问的囡仔，知影亚弹老人上新的行踪。We track Santa all over the worl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Santa is being good. Santa is a very good person.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he's not infiltrated, that we're not infiltrating into our country a bad Santa. 川普接的电话，囡仔的年岁差不多4岁至10岁。当伊甲囡仔通电话的时阵，心情看到真欢喜，不过嘛唱真侪政治笑亏。What would you like Santa to bring? Not coal. Not coal. No, you don't want coal. Well, coal is, you mean clean, beautiful coal. I had to do that, I'm sorry. No, coal is clean and beautiful. Please remember that at all costs. 土炭袂造成污染，是川普伫咧竞选的时阵，称在对选民发的口号。另外，伊还佫学了一个想要爱电子挖土器的囡仔，讲伊的智商一定真悬。美国都是需要这款真巧的人。遐来澳洲真出名的观光景点邦大海沙堡，每一年拢会有真侪民众穿亚弹老人的衫来到遮晒日头。不过发生枪击案了后，人丁明显有较少。海沙堡附近嘛有增加真侪救生员甲警察伫咧巡逻。I think it's tragic, and I think everybody respects and is very sad for what happened.
I think people here are out on the beach because it's like a celebration, but everybody has got it in the memories. 也等到人送礼物的时阵，上界需要的都是驯鹿。规个芬兰差不多有20万只驯鹿，饲驯鹿的牧场面积差不多12万平方公里，占芬兰国土的1/3。芬兰的天气寒冷会到零下70度，热冷是30度以上。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北极圈温度加悬的速度是其他所在4倍。若地区落雪量减少，落雨变较济，雨水若结冰，驯鹿的食食第一就会去互冰砍掉咧。互驯鹿要找食的是搁较饿。无定这种现象，对芬兰传统饲驯鹿的产业带来严重的迫害。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咱同齐来看世界。奈及利亚的清真寺发生爆炸，至少5个信徒死亡，35个人受伤。警方初步判断，那像是自杀炸弹攻击，目前并无任何组织来承认犯案。中国宣布，伫咧缅甸的诈骗园区内底，要甲500栋的建筑物拢已经全部拆掉，佮有952个诈骗嫌犯，互人押回去中国。今年是已经押回去，拢总超过7600个人。意大利外交部宣布，要来启动援助苏丹的人道计划。头一杯25吨的物资，打算会当照顾到2500个囡仔，也佮有因的家庭。咱继续来关心美国国防部来公布中国的军力报告，特别讲到中国的目标是2027年要甲台湾拍落来的战力。又佮讲，这中国若是真正要来采取军事行动，有4种方法，甚至讲这中国已经有能力会当对美国的本土造成威胁。国防部一天就查到6台强机8只强舰1只公务船扰台，高掌握中国107发射载运火箭，会经过咱 ADIZ。美国国防部发布2025中国军的报告，特别关心台海问题的级别性，讲到2027年目标包含具备对台湾取得战略决性。在整个防御战略呢，我们事实上也在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啊。相对的，我们把所谓的纵深打击的这个部分在做延伸跟加强。报告指出，北京若判断有必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考虑4种选项：无开战的协约、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加联合电力作战。而且报告若伫台海问题，佮讲到中国已经把美国当作强敌，佮一直伫扩大核武，已经有能力对美国构成直接安全威胁。其实美国会特别关注说哪一个国家的核子武器可以打得到哈。那其实中国的整个核子武器的数量其实不及美国跟俄罗斯的1/10都不到哈。但是核子武器有它的特性，就一枚能够摧毁，假设能够摧毁洛杉矶，其实都算一些很大的威胁。报告显示，中国核子弹生产数量虽然有100万，不过也是有可能伫2030年前有10粒核子弹，也可能已经掌握洲际弹道飞弹，发射90秒内侦测的早期预警能力进行反击。但国民建议，台湾面临中国威胁上前线，除了打造台湾基盾等自我防卫能力，也应该同步强化挽回打击的能力，甲美国等理念相悖的国家共同协助强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朝野立委拢提案要来设立未来口罩，这南北党团的版本是希望政府替这刚出世的囡仔来开口罩，由政府甲因欠5万入去，直到18岁时阵，因都有领到大汉了后头一条资金。为了因应台湾小自主化，国民党甲民众党共同宣布推出台湾未来小户 TFA， 希望借由伫立法院提出特别条例，替每一个伫台湾设籍0至12岁的儿童设立小户，由政府先欠5万块，当年再搁欠1万，一直到12岁。所需要的预算，包括超征的税额，包括累计税季的剩余，采取委托经营、稳健投资的模式，追踪的标的就是以台股的大盘为主，不可以限定特定的产业，不可以限定特定的个股，不可以使用杠杆。基金起先规模1130亿，民众党主席郭昌讲，第一阶段设定13年，但时间届满，会评估调整内容，也是延长。根据试算，以投资年报酬率6%试算，若是家庭无提拨，以今年9月出世的新生儿做例，满18岁时阵会当领差不多33万9。从5%到可能10%的年化报酬率啦，哈，那么大概就是在30几万到60万之间。所以很可能的数字是落在50万左右，会有一定的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也大概也算过，至少可以刚好 cover 他要念大学4年的相关的学杂生活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嘛爱政府莫因为是在野党提出的无附属无执行，不过同款嘛是学美国川普效法的政策。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嘛伫前一天提出当大人 ETF 的构想，主张囡仔1岁至10岁，由政府甲家长每个月各提拨1,200投入台股 ETF， 互伊成年的时阵会当有人生第一桶金。其实，在11月4号的时候，我在质询卓荣泰院长的时候，就获得正面的回应。我也欢迎国民党拿香跟拜。对这代志，国会表示，将对消资本化议题，政府目前由政务委员跨部会专案伫处理，希望引入资本市场，透过公私合作解决问题。未来会为政策的角度，再经考虑这方面详细研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未来考照的政策，其实不少家长都会替因的囝儿时势来开考照欠钱。那准这未来国家会当倒汇钱，互因做未来资金，敢会当真正来减少这父母的经济压力？有学者就认为讲，其实饲囡仔上该开钱的，就是这18岁进前这段时间。所以若讲这条钱，就要等到18岁才有通领领，无在阮一般的民众有法度的，因为安尼较愿意生囝。即卖的人饲囝经济压力大，有的家长为着囡仔考虑，亲像张先生伊有2个囡仔，囡仔当出世就甲因办考照，包括家庭开销有剩的，还有囡仔的红包钱，全部拢欠伫这个考照内底。每个月比较不一定啦，可是红包钱一定会存下来。几岁要存到多少钱？我觉得可能他出社会至少准备个100万吧。那梁先生因一家伙仔，共款有2个囡仔，父母决定甲幼儿津贴加入去囡仔的考照内底，希望累积到一定的数字，再投入股市来累积。会帮他们定存，应该是说会有个紧急预备金啊，就是他们有需要用到的话就可以用。不过，即马调查立委学美国川普的考照，提出自动投资考照的想法，甲投资 ETF 或者是成长型 ETF 加做目标。伫囡仔18岁了后，预估效益有65万至100万。等于政府到管理考照，有专家烦恼讲，安尼有的人会看有食无。如果你这边给人更多的优惠，那我就把这个本要自己存的钱，我就不要存，就存到你那个账户里面嘛。那这样的话，你政府的资源就用在那些本来就有能力为子女自己准备那个教育基金的这些父母的身上了。另外，自动考照敢有可能会提高生育率？专家讲，囡仔细汉的时阵爱开的钱才是真正大条的，这才是互大家烦恼上主要的原因。18岁了后才会当领，恐惊是袂付起。所以真的要这么做的话，那可能真的要有什么？要有一个特别基金，必须要有特定的财源。比如说我们有烟捐，现在市场很多就进了长照或者健保，我们真的要想想看说，那这些钱要有持续性稳定的财源。财政系学者提醒，目前无论倒一方的提案，拢需要有资金投入，所以财源设计是真重要。另外嘛，需要考虑未来少子化、物价浮动等等的因素，才会当保持长久甲稳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每年卫福部有真侪项新制度，包含长照3.0，要来增加给付的对象。新冠疫苗要扩大注射，生假的补助要提悬到10万，还有胃癌是列入去公费的体检。另外，中介收入后的弱势补助，逐个月要来加发1000块。2026年1月9日，卫福部公布真侪项每年新制，大省市长照3.0计划，为明年元旦开始，除了本来服务对象以外，会扩大新增加全年龄适龄而且适龄者，也加符合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 PAC 收案的对象，而且长照2级以上，预估差不多有74.5万人得到好处。疫苗注射部分，年满6个月以上到明年2月底前，拢会当免费注新冠疫苗，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是改做20个 PCV， 提供65岁以上的长者才会高风险族群来注。高年龄的人，然后他可能生病或者是有其他的疾病，但是家人就是要上班，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然后这样就是会对他们比较好。现在是自费，所以有些诊所不一定会进。对，然后如果是全民接种的话，然后又是有政府补助，应该会更容易找到可以接种的诊所。另外，针对国民年金被保险人也加无参加社会保险的父母生育补助，每一体生育给付国家生育补助会当领10万块。国健署补助45至74岁民众，每人终身一届大便抗原检测为喉温螺旋杆菌公费体检，希望有助胃癌的防治。预估有60万人得到好处。他如果起步先从这个部分做也是可以啦，慢慢的其他的这种健检也可以进来变成健保。
另外，为了加强照顾弱势，针对政府列册的中介收入户等弱势族群，除了原来的生活补助，低收入户每人每个月加发1000块，中介收入户每个月加发750块的生活补助，为115年1月开始，至116年1月底，一连发放13个月，差不多会当照顾54万5千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摆真侪病院拢真欠骹手，尤其儿科甲同前的医护人员实在无够。健保署就通过要来增加儿科相关检测费的给付，嘛要调关7项红婴仔重大手术的支付费用，预算拢总是2亿3千万，希望会当甲专业的医护人才留好调。受到少子化的冲击，儿科大院医师的招募真困难，报考人数创新低，真侪病院拢真欠人力，连医学中心嘛招未满。为了救儿科的人力，健保署正式通过儿科相关检测费给付加成，希望甲专业的人才留落来。每一个医疗服务的支付项目全部做调升，特别是针对儿童的加护病房，你只要照顾的是儿科加护病房的孩子，那我们就会调升支付。健保署表示讲，伫加护病房大院的检测费这方面，儿科专科医师国加价20%，未满2岁的囡仔，一般病床大院的检测费加成率对现行的30%调升到60%。另外，考虑到囡仔的精神科照护负担较重，健保给付登记偏低，即马嘛加6岁以下精神科日时大院的治疗费支付点数对现行的877点提升到1623点。我们希望说，我们儿科医师留下来的，都希望是真正对小朋友的照顾非常有兴趣的。我们也非常强调，就是急重难喊这一块，希望都能够做好这一部分。另外嘛，调升难脱康伤病难付的固定税等7项，新增于重大手术的支付点数。健保署强调相关措施拢总差不多开2.3亿，现在按算明年的第一季开始进行。另外，为了因应明年当照3.0旧路，健保署嘛征求北中南东各一间病院举办复健病院计划，和患者处理了后的黄金复健期小接，按算差不多1200个人受益。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维护环境清气，在明年开始，伫家人市乌白蛋本数本地罚3000粒，特别增加到罚4800起跳，检举的奖金嘛对75%增加到80%。虽然在落大雨，但是兴献纪念日放假，家人庙口一大堆人，伫涂骹要找粪扫，阁真无简单。因为沿路拢有设蛋粪扫的所在，敢若看到一寡塑钢套和塑胶螺啊。对明年1月1日开始，来到家人一定要注意粪扫袂当乱弹，因为乱弹粪扫罚的钱对3000粒已经提悬到4800起跳。迄就是讲，因若乌白偏去用掠着啊，加罚应当。可能如果普遍4800，可能稍微比较不合理，会让你更注意自己的垃圾不要掉到地上。应该会。嘉南市环保局阁进一步甲检举奖金对75%提悬到80%，乱弹粪扫会防重罚，但嘛是有人无得惊。新北市三峡清洁队的内部有空粪扫主车，则是设置做粪扫收运的定点。平常时日时有开门，互民众弹粪扫，暗时无开放。不过23半暝要2点的时阵，监视器的画面翕到有人先下过墙围的栏杆入侵到内面，甲粪扫主车塞到大门的中。外口是有一台货车，有一个人甲一袋粪扫袋啊，传互入侵的接应者，伫个人袂当等的时间弹粪扫。怀疑有非法收运废弃物行为，本局除针对民众非法入侵的行为提告外，亦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环保局第一迄天做破地，发现讲除了装潢的废弃物，其他大多数拢是加护的粪扫。2个非法的入侵者已经互带到警察局来做笔录。环保局表示讲，业者若是无申请废弃物程度处理机构的许可文件，煞收运废弃物，会当处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阁会当做伙罚1500万以下的罚金，已经移请检调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常常咧发生地动，也在马太安溪放山湖放起造大水了后，水土保持是搁较要紧。林保署花莲分署最近是出动直升机甲无人机，伫咧空中压制来种草木，希望会当来减慢土石冲灌水尾，加强水土保持。为空中看，地表拢是山石，光影影，亲像月球表面。暗过黄黄的碧蓝色的放山湖，表示出这所在是马太湾溪水头。最近花莲分署出动空中点样机，将完成食物的纸，也伫放入的土地，希望发出食物。
一段时间内，它能够赶快速生出来，然后让那边的那个植生能够恢复哈。啊，一方面固定土石，一方面可以防止那个豪雨的一个冲刷。0203花莲大地震马台湾溪水头出现大面积崩塌，加速崩山河，各地到月底崩塌，造成大水灾。花莲分署展开遭呼吁，希望这山壁应发出食物，为空中下井先试着看是不是有效果。如果它有用，我们就可以赶快来个大面积的一个撒播。那预计到明年1月之前我们会先撒播个20公顷。这几乎赤杨9顷顶，空投了爱先顺利落地土，才有机会生根，而且爱精心包地，应分解在这内底。类似像纸浆那种东西，有机质，让它可以快速的分解的那种材质，这就是增加重量。因为它有重量，它就不至于说一下风来的话，可能就被吹走。这所在偏僻用空中野方式，目前23公顷，希望食物应顺利生根。黄进全组长指出，若无去做，当地真可能10几年甚至10年拢发不出食物。透过人为力量的解释，应帮助减低服用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花莲的铁道文化园区一馆，伫去年403大地震了后，这条歪起，厝顶嘛凹落去。虽然今年有摕到中央的补助，不过到当时拢也未动工来修复。目前用这钢梁甲土力为封锁线尔，安全的问题受到关注。日本新乐器的建筑充满历史的气氛，这是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去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真侪结构断去，厝顶嘛崩落来。目前暂时用钢筋建立，有封锁线，且民众唔通跨过。整个屋架是有歪掉就是有倾斜的状况，主要是 BC 栋的部分。那可以看到这边像这一排的柱子都有点倾斜了。因为一馆户外空间也是依次开放，敢未有安全的问题引起关注。加上今年2月已经摕到中央补助5600万，会当修理，不过到当也未动工修复。地方真烦恼讲会囥伫遐咧用。因为你现在进来，整个就是感觉结构很危险。那建筑师也在做结构的修复嘛。里面有一个好的一个电影院，但是你里面怎么乱七八糟，又弄一个封锁线，你这样让观光客的感受很差嘛。文化局解说，文化资产修复要经过基础调查的研究，听候修复再利用的报告书出来了后，也搁要送审计会来审计，规划设计了后，才会当甲工程发包出去。那我们原则只要修复再利用的原则出来了，我们现在会先提审议会来审议，然后它的规划设计可以同时同步进行，所以像目前初步规划的话，应该可以缩短4个月的期程。铁道文化园区一馆是1909年日本政府起的。较早号做铁道部花莲港出场所，是早期管理华东铁路的总指挥所。2002年来做是花莲的历史建筑。文化局强调讲会赶紧修理，恢复基本的样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府通过要增加10个里，裁并7个里，对明年7月初1开始实施。也不过，就有当地里长认为讲，地方咧表达心声，这市府煞是拢无咧听，直接就来决定要拆里。这期公听会是开假。迄群日早起，高雄未少民众到美术馆4块位啊休闲运动，这是美术馆特区所属的凉水里人口数3万多人，是全国第2大里。明年7月初1要拆做北美术馆里、南美术馆里2个里。难过，也很失望，也很难认同啊。但是我的建议权没有办法干预到他的裁量权啊。也分为2里之后，将来为了整体开发而产生两个不同的里长、不同的意见。消息一出，里长蔡学仁感觉遗憾，质疑第1届公听会无共识，承诺要开第2届，还未召开，市府就自行决定要拆里。地方多数拒绝的声音无予接受，也质疑公听会只是完成定数行一个过程，毋是真正要听民众的声音。条件相共的时阵，里面的条件相共的时阵，安尼上要优先，北边的里面优先，还是南边的里面优先？我感觉这是拢无去讨论的问题。学区房价都有影响，对，那还是最后还是没办法的话，还是得配合。凉水里点高雄精华地段，虽然市府表示学区未受影响，不过也是有里民认为未来拢真歹讲。行政无论是在行政资源或者是整个管理规模上，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负荷，行政资源的配置会很明显的失衡。
市府回应，里变组调整是为着避免基层行政量能失衡、甲里林长共心无共工等等的问题，已经充分甲地方沟通，毛惊行政审议的定数，全市有做赢，南马溪高山顶7区21里要调整，全市合计增加10里，裁并7里，对115年7月初1来生效。广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高雄喇叭底森林公园有一群人是真酷刑，甲这生态池内底鱼仔钓起来，放伫草埔顶悬，着安尼伫遐创治用脚咧吞打，甚至搁翕相。市府就表示讲，这是已经违反着公园管理治理条例，相当是会当来罚到6000块。离开水里的鱼一直伫跳，有人摕手机啊伫翕，阁有人用脚伫打。一阵看起来敢学生囡仔的人，围伫草埔啊一直伫拎的鱼，算甲真欢喜。互现场看到民众无法度接受，甲影片翕落来放伫面册社群，即个因无尊重性命。我们自己本身是吃素的啦，所以对这种样的行为，我们当然是一定，我自己本身会去制止。跟学校讲一下，跟学生辅导一下，与什么共生的地方，你不要去破坏生态自然的。这种行为出现伫高雄喇叭底公园内这个生态池，市政府伫现场公告禁止饲鱼、钓鱼的行为。这几个人好亲像甲鱼仔钓起来了后，拖起来边的草埔用脚打咧翕相。保全人员赶至现场时，业已离开。该行为已违反本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之规定，将处以新台币1000元至6000元以下之罚锾。去年3月，花莲某一个高中，原来有学生囡仔将猫仔用力弹出去，互猫仔为悬悬的所在落落，边仔还有同学录影，引起讨论。台湾动物边缘促进会表示，这种亲像虐待动物的行为，要注意引导，因为国外研究显示，这甲家庭暴力还是暴力犯罪，拢有真大关系。动物不是娱乐。动物不能被戏虐玩耍。那其实，这个事件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一种被娱乐、被戏虐、被玩耍，甚至可能变成虐待的事件。促进会进一步指出，目前学校动物保育的教育是包含伫性命教育内底，大部分由有兴趣的老师邀请相关团体的人入来学校分享，建议会当自细汉，互囡仔养成无分种类的动物，拢应该爱注重边权观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转换心情，即阵一世界拢会当听到耶诞节歌曲，也若你敢有听过台语版本？这是改编歌词的创作者是囡仔册作家，叫做王金选。伊讲这歌词是20当前写的，有放伫各式的教材内底。想袂到即阵伫咧网络顶悬又搁引起讨论，搁再唱起来。欢仔伙人跳台语圣诞歌，这条歌叫做《圣诞老阿伯》，听起来真有过节的气氛。因为网络的关系，伫咧短影音平台有真侪人起赞。但是你敢知影，这条歌已经创作20档啊，连这个放假嘛是20档前做的。这条歌是20年前吼，我本来就伫咧写囡仔歌，拄啊一间南部的公司叫做金平企业公司哈，伊讲因咧做台语的教材，希望会当用西洋的迄个。或者圣诞歌吼，啊，甲改台语版的看好无？王金选老师讲，这个歌词是伊20档前写的，是写来做台语课本的教材，互小朋友落去唱。无想讲，即马伫咧网络顶有真侪人咧流传，互伊真欢喜，嘛真意歌。较早人传互我的时阵，佮问看我有听过这首无吼？啊，我就歹势讲这首是我写，我就甲他写到有听过安尼尔。囡仔伫咧台湾过圣诞节，气氛真重要。有国小的老师，逐当除了会放台语版本的圣诞歌以外，佮会用罗马拼音甲学生写卡片，过一个台版的圣诞节。我除了呢，王金选老师的《圣诞老伯》这条歌，我会教因安怎念、安怎唱。啊，我嘛会互囡仔呢做手工，比如讲这张是圣诞树，啊嘛会互囡仔呢用台语写这圣诞节卡片。王金选老师讲，看到囡仔会当拿唱歌、拿学台语，是伊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较早细汉住伫台中的山区，无啥物娱乐，听歌是伊上珍贵的记忆。这20档来，伊也创作600多条的台语囡仔歌。目前伊也当咧计划出过年过节相关的囡仔歌来陪伴囡仔大汉。记者陈亚轩、郑俊佑台北报道。
来看西班牙南部一个咧做帽仔师傅，伊的手法真特别，是点火落去烧帽仔，伫这帽仔顶悬烧出多样来，真受到欢迎，伫网络拢称红出名，就连美国好莱坞的名称拢来改注文。西班牙做帽仔的师傅马迪奥，甲液体喷去伫青色的帽仔顶头，刷落来规个帽仔着火。这款画面对足侪人来讲真刺激，毋过对伊来讲真殊常。今年伊42岁。即马毋那是梦庆，阁是名声烫惊声的做帽仔师傅。毋过进前，伊伫咧中东的航空公司做飞行机的图纸。10年前去墨西哥旅行，拄到一个专门甲人订做帽仔的女性，自迄时伊的人生隆重改变。I thought it would be very cool, like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buying all these like nice artisanies that you can put on a hat. So I started doing it. 原底马着学干那做兴趣的尔，结果愈做愈兴，家己开始学来做。过程当中，伊为着要找做帽仔的帽仔、刀仔等等的技师，食足济苦。后来，伊做出甲人无共款的做法。拄啊好伫咧即时，疫情，互伊伫航空公司头路嘛暂停，所以伊决定规个人拢投入即份事业。But then it was a time. I remember I was actually already like full on in the business. That there was a couple of videos that they got very viral in social media. That was the moment that like celebrities start contact me. 伊做帽仔的过程结合水烟、刀仔、火，有当时佫会用镭射雕刻，伫帽仔内底加图烧出来。伊的设计真特别，伊厉害做法。嘛，伫咧网络累积真侪买奖，有真侪艺术家，甚至阁有好莱坞的明星。即马伊加野时阵，一个月会当卖20到25顶帽仔，主要拢卖去美国市场。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出名的这东风快车，即阵是推出新的豪华列车，卖输带伫咧饭店共款遐尔舒适，而且还会当食到米其林3星即个总铺3的料理。一个人一餐就要开3500欧元，大约是台票128000块。东风列车酒吧的交易厅有迷人的钢琴声，这是做甜蜜生活这台高级列车的乘客才会使享受的服务。So far, it's very nice. Everything is very curated. It's beyond my expectations. 甜蜜生活是第一台由意大利家己制造的高级列车，内底有18条的路线，自中心站罗马出发，带旅客伫咧意大利的城镇细细看看咧，互乘客亲像行伫老电影的场景内底。乘客伫咧现场的拍照，甲迎宾人员的欢迎之下上车。火车的风格是50年代气派的古早味。列车顶悬有18间有液晶仔的套房，小小的车厢内底亲像住伫咧大饭店共款。So in the north, you will have a different menu than what we are doing, for example, in our Sicilian journey. But every plate is prepared in a proper way, in a perfect way, with giving emotions. 自套房餐车到交易厅，互乘客若像伫高级搁舒适的乐园。东风快车高级列车的经营者之一阿尼塞达莱集团讲，希望会使打造会顶档的顶级饭店，带乘客体验深度的意大利文化。They might want to invest in a one-time life experience, or they just want to change and come from the yacht or from the private jet here on the train. What brings them together is that they want to be here. They want to taste this experience we are offering of La Dolce Vita Orient Express. What is interesting is meeting people and different experien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Experiences it's really nice. It's not nice. It's amazing. 经营团队计划伫2027年进前推出6台高级列车，载客目标数是6万人，估计营运的规模达到上亿欧元。同时来规划跨国的列车行程，包括伊斯坦堡、克罗埃西亚，也阁有苏普利特甲巴黎。未来嘛会布局沙烏地阿拉伯甲北非，进一步扩大高级列车的观光版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同时来关心天气，北部地区14度至18度。
中部地区12度至18度。南部地区12度至21度，东部地区14度至19度，一个外岛地区9度至18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